高雄港是世界前3大货运港，虽然按多年来望到第13名的，当年货柜运输量还是10万多，总商品的货柜差不多将用到10到15年。当年台湾会有20万只边内的货柜会到使用年限咯。高雄市的建筑师王启尊利用亚的货柜来做建材，设计出来许多省能源减碳的货柜建筑。按货柜路时的继续用下去。那我们这些就是利用这些很多咖啡袋啊，这些图案都，实际上它材料跟那图案都很有个性哦。那我们就请社区阿姨啊、妈妈他们本来做很多功夫这种卡钢本来就厉害。高雄市议员已经行到服务处多位创意空间，提供小嘅文创商品。最特别的是，也只嘅係用貨櫃搭起來嘅。2017年10月5日正用嘅是3枚貨櫃作為上鎮嚟為傾線總鋪，一下拿來轉做服務處，市民愛來用沒唔蝕錢。最主要是說，一般高雄市民覺得是可以來使用貨櫃，我覺得我們的貨櫃本身用很多的跟高雄的環境有關係，所以我們在借這些的使用的，其實我們都有想象你是什麼需求，是當個辦公室，還是當一個休閒，還是工作室，還是你是一個咖啡館，那個都可以被實踐。5日正前面台灣國外做貨櫃建築嘅建築師王啟尊負責設計，以用嘅改道綠能環保嘅做法，從係研磨外嘅材料拿來做架起，加強熱調能辦法添。別項每種掉嘅東西比每樣嘢要加掉嘅容易壓掉。大量的放了一些绿在这个空间，植物在空间，是因为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环境。那这种绿的墙，第一个它可以让环境稍微的我们说的微气稍微往下降一点。高雄港是世界前3大貨運港，就算也按多年來推到第13名，睇下上下嘅貨櫃還係改道，也就往來國際港口嘅貨櫃用嘅10到15年過後就冇愛用嘅。照統計，台灣今年大概就有20萬嘅貨櫃退下來冇愛用嘅。建築師王啟尊而係高雄人，就同貨櫃轉做再生材料，設計出新嘅建築形式。它淘汰的當下都一定是它可以用的時期，可以用的狀況，比如上屋頂是好的，不能進水，然後它的結構一定還很強，耐得住海上的衝撞、陸地上的運輸，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我們英文叫 solid 的非常結實的材料型，所以好像那種玩積木那種思維你想得到大概都玩得到，但大概都不用去太那種所謂的結構還要這種我們算那種房子哪個柱算少算了，像地震來就倒那一般結構它是相對它的變化是比較大，安全度也比較大，那你可以想象的空間就會更大。那所以說它的使用方式比一般房子還要好。貨櫃係鋼鐵做嘅，雖然已做過唔過未幾年，貨櫃建築提研發發嘅南台灣拿來做辦公室，冇超進步嘅來客好係。因為我們高雄熱，那我就要去示範我如何處理熱。減少曬太陽的時間，不要熱傳導到裡面，用棧板熱隔在外面，這是最重要。所以說我們有綠屋頂啊，包括用太陽能啊，都可以讓它隔熱，產生隔熱。整個建築往上抬高50公分，就像日本時代那種，讓地熱啊，或者那個地潮氣，不要直接跟人互動，然後讓冷空氣也進來，然後到上面是逸散出去。所以我們做最多的是讓裡面的通風的係數跟你現在站的地方差不多。兩個47案高位貨櫃蹲喺屏東高速嘅狀下，個商業主機貨櫃建築做好事業，為係歸去家鄉耕種嘅村鎮們文清義兩公婆喺咧農場，用貨櫃拿來做貨嘅。無論係親戚朋友，也係隔壁鄰舍，都吃到一頓食材歸昂吧。因為我們用的是一些物理環控、熱對流、氣流的一些方式來把熱氣排除。那因為他們自己直接來到房子裡面來體驗之後，他們發現說，其實貨櫃屋它的貨櫃這樣的材料其實是它散熱快，它雖然吸熱快，但它散熱也很快。
村镇们嘅天爱用货柜来起雾嘅，最主要就係考量到用也該環保又省能源。就是我们种柠檬那时候也是无毒有机，就是友善土地。那其实货柜它本身它也是友善土地的一种方式，因为货柜你最后你20年或者30年不用了之后，你拆掉它溶解之后它还是铁。那水泥的话，你30年50年不用了之后，可是它拆掉之后变成是垃圾。面對資源漸來漸少，天時變化安態，未來嘅工業材料有可能會係人類超權最改得到嘅材料。高雄貨櫃藝術節都用亞洲主題提出創新的貨櫃建築提案。这一次我们以明日方舟为主题将货柜呢打造为就是我们面对明日地球。那这个地球呢可能会有很多的不预期的这样子个气候的一个变迁的一个情形，或者是种种冲击我们生存的一个挑战。那货柜那就是作为一个方舟这样子个意象呢，它能扮演个什么样一个创新的功能，带领我们人类迈向下一个100年？如果说在货柜东西它留下来，然后有一定的技术，然后技术人才，然后路可以到，那我相信它一定是一个很快的，可以让人在透过这些手法，让人可以在里面生活。黃啟尊未用貨櫃嘅鋼板來做假期，也有產品替代系統發生在貨過後，就該輸入注意。这个东西在地震网很好用，第一个它是它坚固。第二个，它让我感动的是说，如果说它真的被埋在下面，如果旁边还可以活的话，敲这个是有声音的，而且它拿个简单的东西就可以敲它，就可以让别人知道它在这边。而無愛嘅貨櫃拿來再個利用，黃啟尊用再製嘅方式來思考，按呢而且係嘅貨櫃就唔單搶係一代快銅快鐵，堅持緊挑戰，貨櫃未做得永久利用。唔單止為係人生發使用嘅空間，檢查有發生乜嘅災害，也怕保護到一條命，損失也就唔會安泰。